家知唔知道葉子呢個題材只有喺翡翠裏邊先可以大放光彩？喺我睇嚟，除咗佢嘅寓意大業有成、家大業大同埋開枝散葉以外，最重要一個原因係翡翠更有生命力，能夠將樹葉嘅嗰個生命力通過雕刻師嘅匠人嘅雕工以及料嘅天然性，好好咁樣凸顯出嚟。點樣揀一個翡翠嘅樹葉呢？其實都有唔少講究嘅。首先呢，雕刻上面講究外圓內方嘅。所謂嘅外圓呢，就係佢個外邊嘅邊緣要夠圓潤通達，而樹葉嘅脈絡呢，要雕刻得分明同埋清晰。成個樹葉嘅雕刻呢，要講究嗰種大自然嘅活力同埋佢嘅生命力。呢度有個重點就係呢個葉尖手工雕刻嘅葉呢，呢個弧度呢，係要好明顯咁樣出嚟。呢個就係匠人嘅心思，就係呢塊樹葉嘅靈魂。如果機雕嘅翡翠葉子呢，佢就少咗呢份靈氣同埋韻味。大家睇睇我手上嘅呢葉子呢，其實佢每一片都唔一樣。你睇睇呢一個，佢幾晶瑩通透，所以佢一定係種水好靚，有光感嘅，加上手工嘅雕刻，成個脈絡好清晰，葉尖嘅弧度同埋尺寸嘅比例，咁樣先係一塊完美嘅樹葉。亦都要睇佢嘅厚度嘅飽滿性。如果呢個飽滿夠嘅話呢，佢肥嘟嘟呢就好有活力同埋福氣啦。每一片葉嘅料啦、雕刻啦同埋設計都係好唔一樣，都需要我哋花盡心思先可以將佢嘅生命力更好咁樣呈現出嚟。如果大家對翡翠葉子感興趣嘅，不妨同錢錢多交流一下，關注錢錢買翡翠唔踩坑。